镜头所等的台湾来看云林斗六的调龙宫，顶礼拜六举办跋杯的活动，只要来参加，就送平安米甲平安水。若跋出3个上杯，或者是徛杯，就有600块的平安金。讲这个6月18到7月初2会继续来举办，逐天限量700个人，欢迎乡亲来拜拜求平安。 伫跋杯现场的民众等出第6个圣杯，现场大家一直拍扑啊！这位先生除了情意外，嘛感谢地爷公的保庇。全家人身体健康啊！疫情赶快消失。到了调龙宫6月初4举办跋杯活动，民众只要来参加，就会使摕到平安米和平安水，而且若等出3个圣杯或者是立杯，佫会使摕到600块的平安金。民众吼拢足欢喜吼，大家跋到连续3个圣杯得到平安金。最近个疫情足歹趁食，啊来跋这杯会当互伊身体健康平安。朱伊嘛表示，连续3个圣杯摕平安金的活动会伫6月18到7月初2举办，逐天限量700个人，欢迎民众会使来拜拜求平安。 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